天使出报，圣诞佳音献向田野，贫苦牧人正当看守羊群，沿东方乐，长夜一声，欢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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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君王今日降生。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也预备好我们自己领受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所有的一些高高低低的可以能够来铲平，让所有的这些的不平的地方能够预备好来迎接救主的降临。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预备心祷告，为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为主所使用，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降临节期的当中，我们预备好自己来迎接基督的降临。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预备的都能够让我们在等候的当中，使我们能够安静来预备朝见上帝。愿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以安静的心来等候预备，也用欢喜快乐的心来等候。愿你施恩来看顾，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为我们所有的人员运作都能够按照主的旨意来进行，所有的设备器械都为主所使用，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无论在线上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来敬拜上帝。主，愿你也垂听他们的祷告，还有我们一起的敬拜。谢谢你施恩看顾，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请听上帝的话。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臂膀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和霹雷、暴风、冰雹。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来为世界的和平秩序祷告，祈求仁慈的天父将正义彰显，并赐给地上万民，让社会的运转符合神的心意。让我们在冲突中看见正向改变，在改变中看见彼此的成长，懂得收敛自己的恐惧感，尊重彼此的需求，摆脱控制他人的欲望，并学会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也在此认自己所有已知以及未知的罪。感谢天父原谅我们在地上的不是，让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每日心意更新，在接下来的主日崇拜中，求主耶稣赐下圣灵，环绕在会众当中，并将恩典、智慧及慈爱浇灌您给我们的正道牧者，让牧者的正道带有你的力量，传讲你天上的信息，开启我们的智慧，并也同样赐给我们力量，带入我们的圣徒生活当中。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的，阿们。待会诗歌敬拜，弟兄姐妹们，若是因为身体不适，不便久站，是可以坐着，或是在途中坐下来。只要心灵诚实、喜悦地歌唱，同样可以用诗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现在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以心灵良诗选168首圣诞佳音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圣诞佳音。
我们依然站立，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复活，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中复活，升天，坐在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请坐。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今日的起印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章68至79节，教会圣经第63页。路加福音第1章68至79节，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应诵读下半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接着在起印的末尾，我们有点主礼。结束后，我们续读最后一段落。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在他仆人大卫家中，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就是他对我们祖宗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这个前面预备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一起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本周是耶稣降临的节期第2主日，我们教会荣光堂将点燃第2支烛光，代表平安。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带给人类内心的真正平安。在这等候上帝的降临期间，我们点燃平安的烛光，并应允。感谢主，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
为中南美洲盖亚那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圣保罗堂王光玉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近来国际间冲突不断的国家，以及现今还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求主特别赐福家中仍有未信者的家庭，持续开启亲人们尚未认识耶稣的心，让家人有机会领受神的爱与真理，早日领受救恩。我们一同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免得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于家贤弟兄来诵读本周的经课。今天第一处的经文，教会圣经新标点和合本，旧约马拉基书第1066页，旧约马拉基书第1066页，第3章1至4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的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贡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第二处经文，新约腓立比书第216页。第二处经文，新约腓立比书第216页，第1章3至11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以上是神的话，阿们。我们谢谢于弟兄的读经。今日的正道经文在创世纪第3章15节。创世纪第3章15节，
由我来为各位攻读。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敌，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本周的经课。我们请诗班来献诗。今天的献诗曲目是《主救赎将临》，请。
我们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由周淑清周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传讲神的话语。正道的主题为伊甸园中的基督。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非常的高兴可以来到我们的教会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也谢谢陈牧师，然后来邀请我。那我有这个机会，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可以在这里能够来教授一门课叫圣经辅导的课程，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当中哈。也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救赎恩典当中领受你永恒的平安、喜乐与安息。也愿上帝你引导我们在今日我们的敬拜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顺服，我们也愿意实践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愿你的圣灵不断的引导。再一次的把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时间完全的仰望，愿你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弟兄姐妹将你们的圣经你们手上的圣经把它打开到创世纪的第3章，因为我们要从第1节要来开始看。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创世纪第3章的开头，似乎让人有不好的预感，因为在第3章之前所记载的，在第1章、第2章所记载的上帝的创造、美好的创造的故事，即将在第3章被打断。这段令人不安的经文是这样开头的：经文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圣经都没有提到什么狡猾的、诱惑人的、诱骗人的活物。狡猾这个词本身就暗示着某种心怀恶意、邪恶又黑暗的一个活物，它闯入了伊甸园里面。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而蛇的狡猾和恶意，从他对夏娃所说的第1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蛇来到夏娃的身旁，他问了这个问题，他问神岂是真说？上帝岂是真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问题，夏娃一听，他就立刻知道蛇所说的话错的非常离谱，因为蛇扭曲了事实。很明显的，上帝并没有这么说啊。对于蛇所问的问题，夏娃是第一个挺身而出捍卫信仰、辩护为上帝的真理辩护的人。他捍卫上帝的真理，所以他说上帝当然没有说不许我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上帝说的是，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只有一棵树是例外的。他说那一棵树不准摸，因为你们摸这一棵树，或者你们吃了树上的果子的日子必定死。因此其他树的果子我们可以放心的随意吃。但是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陷阱。这里的陷阱就在于蛇，它其实是在暗示，它在暗示读者，暗示夏娃说，只要上帝放了一个限制，放了一条律法，他放了一个诫命在这个园子里面，在你的身上，
只要上帝说你不可，你不可吃，你不可做，你应当要这样做，只要有这样的限制，那就等于上帝剥夺了你全部的自由。这个是撒旦他在暗示我们的。弟兄姐妹请注意，这条蛇在这里攻击世上第一对夫妻的策略，是让他们怀疑上帝的话语。而这一只蛇，同一条蛇，它来到了新约的旷野。它在旧约的伊甸园试探第一对夫妻，然后来到了新约，它来到了一个旷野，它在那里也试图引诱另外一个亚当。我们称他是第二亚当，我们也称他是末后的亚当。而这一个末后的亚当就叫做耶稣基督。他来到那个旷野，要来引诱耶稣基督，而且基本上他也是问同样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回想一下，耶稣受洗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耶稣他来到了约旦河，他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水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那一刻天开了，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然后上帝从天上说了一段话。他说了什么？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在耶稣听到这句话之后，圣灵马上将他引导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请注意，撒旦来诱惑耶稣的时候，他不是说，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既然你是上帝的爱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乃是说，你真的相信上帝说的话吗？上帝说你是他的爱子，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是上帝的爱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食物。撒旦还不只问这个问题，他还问：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上帝会吩咐天使来托付你，来保守你。耶稣和撒旦的这场交锋，完全聚焦在上帝话语的可靠性。我再说一次，耶稣和撒旦的这一场交锋，完全聚焦在上帝话语的可靠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也是一直被这个问题所挑战吗？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如果你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教会的一份子，你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待在一个完全不受攻击、不受搅扰的一个安全的世界当中的。我们也会被挑战，我们也会被攻击，我们也会被质疑，因为撒旦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进行攻击。那一个攻击是什么？那一个攻击就是基督徒啊，你真的能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吗？你真的信靠顺服上帝吗？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没有怀疑吗？当一个突如其来的困难、意外、苦难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真的还相信上帝的话吗？你真的相信吗？那一条蛇问这个问题，他在旧约也问，他在新约也问，他到了现在也都还在对我们提问。这是他最喜欢的犯案手法。我们回到伊甸园，蛇来到了夏娃的身旁，他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当然不是。这个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虽然我刚刚讲夏娃是捍卫真理的，对不对？她辩护真理，她为上帝的真理勇敢的呼叫。但是夏娃她也做了一件跟撒旦一样的事情。她做了什么事？她跟撒旦一样，也扭曲了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说你不可吃，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你不可摸。所以夏娃已经陷入到了撒旦的陷阱当中，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当我们也在传讲神的话，我们在跟别人谈论神的话、谈论信仰的时候，是否我们很勇敢的在传讲真理，但是我们也怎么样扭曲了事实，扭曲了神的话，所以我们应当要谨慎。所以蛇就对女人说，蛇听了之后心中窃喜，他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第3章第5节到第6节，蛇就说了这一段话。蛇现在要对上帝的真理展开了正面的攻击，他断然反驳了上帝说过的话。上帝说：如果你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但是撒旦说：你们绝不会死，你们绝不会死。我们的圣经是写你们不一定死，但是在原文当中，它的翻译是你们不会，你们不会一定死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会死，你们绝不会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出撒旦的弦外之音？撒旦其实是在说，你们可以不顺服上帝而不会受到惩罚，你们可以违背上帝的律法而不用面临任何的后果，你们可以对你们的造物主上帝做出天大的反叛、天大的背叛，而不会面临死亡。因为上帝无条件的爱着每个人，上帝爱世人，不是吗？上帝爱着每一个人，所以你不用怕，你不用担心，做错了也不会怎么样。安息那个主日你不用来，你在家里睡觉，上帝不会怎么样。你出去游乐，上帝不会怎么样。好，你继续行黑暗中的事，没关系，认罪悔改就好了。上帝喜爱你。你是否觉得这一段话觉得很耳熟？可怕的是，这样的话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教会。如出一辙，你们绝不会死，所以放心去吃吧。蛇接续说：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夏娃听完之后，他会对这一句话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回应？什么叫做我会像上帝？什么叫做我会像上帝？其实我已经像上帝了啊！因为什么？对，因为我们不是按着什么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吗？上帝不是按着他的样式创造了我吗？我已经像上帝了啊！没错，夏娃已经像上帝了。但是蛇的真正意思是什么？蛇的真正意思是：夏娃，其实你可以真正变得有神性啊！你可以有神性啊！你不再是有限的人，你不是有限的人，你可以跟神一样，甚至你可以就是上帝。蛇也许会跟夏娃说：你不再是有限的人了，而是你可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你的位置不再是上帝以下，你可以来到上帝的这个层次，你将能够拥有上帝所拥有的知识，你也可以拥有上帝所有的属性，你将变得跟上帝一样。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主人，你可以对自己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你可以不用被上帝掌管，你就是你的律法，你不需要对上帝百依百顺，你不需要对上帝委曲求全，只要你喜欢，你什么都可以做。这是蛇在告诉夏娃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带给我们的征战，就发生在上帝的旨意和人的旨意之间。这是一场主权之争，这是一场争夺权柄的战斗。这个世界是谁的？谁说话才算数？人类啊，你可以你说的算啊，可以你说的算啊。这个世界可以是你的啊。撒旦说，只要你尝到那一棵树的果子，你就能摆脱造物主上帝在你身上的枷锁。他对你将不再拥有至高的主权，因为在那一棵树上的就是主权的果子，就是自主的果子。你吃了，你就拥有这个世界的主权了。这就是你获得主权的门票。哇，这个试探是不是很诱惑人？我可以做主我可以不需要听神的话，我不需要守诫命，10诫可以丢掉，那个爱的诫命丢掉，圣经参考就好。好，我想看再看，不符合我心意的，我就把它丢一边。这个试探实在是太诱惑人了，连最初捍卫上帝真理的夏娃都动摇了。于是女人见那一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怎么样？也吃了。我的先生他也是一个牧师，他原本他看到这一段经文，他告诉我说，他说亚当实在是太笨了，如果是他的话，他一定不会吃，他一定不会吃。但是有一次，我拿那个蜂胶啊，好，因为我有在喝蜂胶，然后蜂胶泡水喝可以让身体健康，对不对？我就希望我的先生也能够身体健康，所以我就拿蜂胶泡水给他喝，然后呢，我拿给他，他就喝了。但是没有想到，喝下去没多久，他全身呢就起那个红疹，就是那个很大片的那一种，全身都起那个红疹。原来蜂胶也是他的过敏源呐，因为他有很多种的过敏源，他不能够吃虾，不能够吃蟹，不能够吃芒果，甚至不能够吃米饭。我说，那你来那个，因为我们在振兴教会，振兴教会在三地门那里，三地那边产芒果我说哇，那你在那边牧会，这么好吃的东西不能吃，但他就不能吃。所以我给他喝的那个蜂胶，原来蜂胶也是他的过敏源，我拿给他，他就喝了。然后呢，他就说：“哦，原来我也跟怎么样，跟亚当一样笨。老婆给他的东西，丈夫也怎样，也都会不假思索的喝下去。所以两个人都吃了，对不对？亚当夏娃两个人都吃了，然后呢，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突然就知道了善恶，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但是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羞耻，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意识到自己彻底的失败，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于是他们逃跑到树丛里面，他们躲起来，躲避上帝的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被创造是为了要奔向上帝的怀抱的。是为了我们可以与上帝同在，以他为乐的。但是在这个试探诱惑当中，他却是在你我跟上帝的中间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放下了一道深渊，放下了一堵高墙。当上帝进到伊甸园的时候，他所爱的创造就是亚当夏娃，却不是奔向上帝的怀抱，反而是躲了起来，他们成了逃避上帝的目光的逃犯。所以弟兄姐妹，亚当夏娃犯的罪，他是我们人类的始祖，所以从那一天起，我们就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我们也在罪当中成为那个罪的被捆绑的奴隶，我们成为逃避上帝的逃犯。这是多么令人悲伤难过的故事，这是多么令人悲伤难过的故事。但是感谢上帝，这不是故事的结局，这不是故事的结局。上帝在创世纪第3章第15节就宣告并启示了他的计划，而那一段经文就是福音。那一段经文就是福音的起始。若是少了这一节，我们将无法了解福音。上帝来到了伊甸园，亲自亲近全然绝望的亚当夏娃，因为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有变得跟上帝一样吗？他们还是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他们拥有上帝的属性，有更圣洁，有更公义，有更慈爱，有更怜悯吗？并没有。他们看见的全然是自己的羞耻。然后蛇在干什么？蛇可能在那里洋洋得意，哇，你被骗了，好，你已经远离了上帝了。所以对亚当夏娃来讲，那真的是陷入了黑暗，根本什么都不用说了，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但是上帝来了，他说话，他启示了一个计划跟旨意，他介入了亚当和夏娃的悲剧，并且说话，而且到今天他都还在说话，他还在传扬这个这么重要的福音。他这样说，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一段话是对蛇说的，是对蛇说的。这一段经文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章节之一。这一句话包含着什么？包含着对撒旦的宣判，也是对人类救赎的应许。不会没有盼望，不会总是黑暗。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有关世界未来历史的简短宣告，就是2个敌对的势力，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之间永远的冲突。蛇的后裔是谁？蛇的后裔是与撒旦站在同一边的人类，而他们成为了敌基督者。女人的后裔特别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千百年后的中东地区，有一个人叫做保罗，他在他的书信加拉太书里面第4章第4节，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这个女子要将人救赎出来，所以女人的后裔已经来了，女人的后裔已经诞生了，而这个后裔特别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女人的后裔会受伤，会受伤，对不对？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所以女人的后裔会受伤。我们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而蛇的后裔，他要受到完全的失败与毁灭。所以就在那个黑暗里面，上帝开启了一个解救之道，开启了一个救赎的道路。他兴起了一位后裔，耶稣基督，要来对抗掳掠世人的邪恶的暴君，也就是撒旦。他要将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并且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应许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这个，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王子，他跟着他一群的奴隶去打猎，然后呢，他们这一群人是坐在一个狗拉的一个锹，那个叫做雪橇吗？还是就是一个锹，在那边拉。
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凶狠的狼。好，在那个打猎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凶狠的狼，而这个狼很凶狠，块头很大。这一群狼包围着这个在这个雪橇上面的这一群人，他们意识到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一群狼群，我们一定会死的，因为这个狼群太多了，把我们整个给包围住，我们一定会死。大家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就在此刻，有一个奴隶，他突然跳离了这个雪橇，就进入到那一群狼群里面。他跳进了那一群狼群，然后呢，狼群就转移了注意力，去咬了那一个奴隶，然后就把那一个奴隶给吃掉了。所以国王有没有得救？国王得救了。其他的人有没有得救？其他的人也得救了。有人说，这就是十字架的画面。有人说，这就是十字架的画面。但是另外有一个人他说，不是的，这不是十字架的画面。十字架的画面不是这样，十字架的画面是，当他们一筹莫展，当他们在紧张，他们认定自己一定会死的时候，国王他跳离了拉雪橇的这个雪橇上面，他跳进了狼群里面，为了拯救他的奴隶。国王跳进这个危难当中，为了拯救他的奴隶，他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愿在伊甸园里的基督，也是你生命的基督。他应许会在你的顺境中与你同在，他也应许会跳进你的悲伤、你的苦难、你的挣扎、你的软弱、你的痛苦、你的愤怒、你的罪疚、你的羞愧，他在那里与你同在。上帝不会让你在这一些处境中崩溃的，因为他救赎计划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我们每日都可以经历的事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我们可以在每日的生活经历中，以喜乐的态度，斩钉截铁地说，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这是真的。在伊甸园里的基督，就是新约的那一位基督，也是我们此时此刻的基督。我在去年2月份的时候，我的先生过世了。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分享这个见证，因为这是真实的。我的先生过世到现在也快2年了，对不对？很多人问我，周牧师，你怎么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悲伤跟苦难？我说还好我有上帝，但是我不能够骗大家，说我完全不悲伤。我会悲伤，许多的夜晚，我坐在我的书桌前，我坐在我的电脑前。过去是2个人，如今是1个人，会从心里涌出来的那一种悲哀，对不对？当我陷入到那种自怜、悲哀的时候，我的神在哪里？有时候我也会问神啊，你有没有看见我在流泪？你有没有看见我真的很需要你？但是这一位爱我的耶稣，他跳进我的悲伤，他告诉我，你的盼望不在你的先生啊，你的盼望就在为你创始成终，为你死，为你活，此刻为你在天上宝座，在父的右边为你代祷。他所差遣的圣灵在为你祷告，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你祷告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你最终极的盼望。
你如今一个人，不，你不是一个人，你有耶稣，还有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很爱我，不断的帮助我，所以我就这样子经过到现在快2年，明年2月份就是满2年。但是我可以真的告诉大家，耶稣是真实的，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真实的，他已经做了第一亚当做不到的事，第二亚当战胜了撒旦的诱惑，他用神的话面对这一切，我们也可以。神的话过去在圣经是道成肉身，在旧约里面，他应许摩西，应许约书亚，来到了新约，道成肉身，他与彼得同在，与保罗同在，如今他现在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就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困难、你的苦难、你的愤怒、你的悲伤，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他必会与你同在。我可以勇敢的在这里跟你们做见证，也愿这位基督真的就是你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差遣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救赎，也让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为要叫我们得生命。父神，愿我们都被你寻找到，愿你抚救我们，遮掩我们的羞耻，正如你在伊甸园时抚救亚当夏娃，遮掩了他们的羞耻一样。愿你圣灵的引导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使我们每日经历基督的同在。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可以勇敢站立，靠主得胜。主啊，求你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求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求你成为我们的救主。谢谢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谢谢周淑清牧师用神的话坚固、激励以及造就我们。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赞美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心灵良诗选》151首，以马内利。以马
请坐。我们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请会众们预备心，恭敬地以金钱奉献，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若是您第一次来到教会，或是不了解奉献的意涵，可以安静心，让奉献袋经过你身旁，并会众们待会在奉献袋回到圣台前献上时，我们一同起立唱向主献成歌。诗献的同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生活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也请求你赐给教会智慧，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遍地兴旺。您是配得赞美和感谢的。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献上，甘心乐意，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起立唱《向主献成歌》。本周有没有新来的朋友们呢？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可以在第二遍的时候，弟兄们、姐妹们可以起立，一起彼此问安，拱手不握手，请。我们成为一家人，
请坐。我们一同来关心教会事工。会众们可以看周报的第3页，也请下中的服事同工们预备心来服事。我们本周的旨日为将临节期的第2主日，主后的12点45分，在2楼的201教室将召开12月份的执事会，并选出新的执事及明年度的预算。请弟兄姐妹们为新任的执事服事来祷告。教会呢，12月20号礼拜五晚上7点会安排社区来报佳音，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参加，会协助发圣诞会晚宴的邀请卡及福音单张。那前一天的19号晚上的祷告会会并入佳音行动中。教会12月21号礼拜六举办的圣诞晚会的主题为成为祝福。欢迎弟兄姐妹们邀请亲朋好友们来参加，让晚会成为报佳音的好消息的时刻。那晚会将会自赠圣诞小礼，只要有来的话就有。那本会的教育部门推动的年度读经，12月份已经接近了尾声们。那需要登记表的弟兄姐妹可以至办公室索取。那收件的截止日期是12月22号礼拜天。完成读经进度的呢，将于明年的2月29号礼拜日来颁奖。教会12月22日的圣诞主日预备受洗礼，还有转入礼，有意愿去受洗入本会的，或是转入本会的，牧师将于周六的上午、下午以及主日后崇拜的11点30分的205教室2楼，给要受洗以及转入的人上受洗前的课程以及认识本会的课程。那教会预备于明年3月份开的绿本门徒，欢迎上过红本门徒的弟兄姐妹们参加，现在可以报名了。那报名费及书籍费是750元，大约9个月可以完成这个课程。卫理公会总会将建造宣教大楼作为宗派宣教用途及办公用途来使用，祈求弟兄姐妹们为此代祷及奉献。那奉献额当然是可以扣抵报税，也为教会每一周的卫理神学院的教会通识课程，以及每一周的致富艺人课程学院的课程来祷告。那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们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我们以上事项以及心里所在乎的事项来祷告。那本会的财务部门提醒，年底为结账期，所以当月这个月的12月的需要申请的单据，请勿超过本月时间。那最后的时间是12月31日起。那预期的是没有办法请款的。我们请蔡伟伟牧师来补充。好，这个9月以后就改姓陈了。好，陈伟文牧师。没问题。好，弟兄姐妹，牧师很高兴跟大家来做一些补充跟介绍。那谢谢我们的淑清牧师能够来分享。那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这个回应诗歌我没有跟他套过没有跟他有交通过要用这一首诗歌，因为很早就已经定了。那感谢上帝，今天的内容刚好淑清牧师也提到以马内利，愿上帝祝福，让我们能够在圣诞节期的预备的当中，我们有好的准备跟预备。好，那所以牧师这边跟大家做一点工商服务一下各位，如果你在楼下的招待桌上面应该会看到有这个我们的广告单，这个是我们的圣诞晚会的广告。那所以请大家如果你要回去之前，那或者你要如果太小张看不到，你可以拿大张的这边有大张的这个广告单，然后我们可以带回家，可以邀请我们的新朋友或者是邀请比较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弟兄姐妹邀请他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还有我们的圣诞主日。那我们有2个版本请大家看一下，我们有2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明信片版，另外一个是我们在11月17号还刚热的11月17号去户外礼拜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拍的大合照
好，所以这个有2个用意了哈。那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希望这个大合照的地方，如果各位可以就是视力还可以的话，希望可以看得到你在哪里因为上面应该是有的。那如果你需要大张的这个照片也可以可以跟办公室来索取，就会帮你印大张的可以。那如果你这个小张看得到，你可以看看你在哪里，然后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说，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在这里。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在这里。那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去介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明信片型的这个邀请卡，这个是寄给如果假设你想要有一些这个福音对象，你想要邀请的，你也可以写一些祝福的话在这个当中，然后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圣诞晚会。所以我们这个圣诞晚会的题目叫做成为祝福。那各位可能有在历史课本上读过，以前蒙古人他们称呼基督徒叫做耶里可温。那耶里可温的意思就是有福的人。那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有福的人，然后再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应许。所以期待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来祝福人，使人得祝福得帮助。那虽然里面的故事是有点原住民的内容但是也是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无论哪一个族群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请大家能够透过这个 DM， 透过这个广告单，我们能够来做一些的介绍。那另外在晚会的前一天，就是20号的晚上，我们会有报佳音的行动。那我们7点钟，我们就会在这边出发，然后去到各个地方去报佳音。所以请大家如果愿意参加我们的报佳音的行动的，那请我们在这个7点以前，我们务必要到然后我们稍微练一下诗歌，我们就会出去外面做报佳音的行动。那我们的路程跟往年一样，就是从教会出发，然后沿路走广西路到我们过去我们旧的礼拜堂的地方。我们期待在那里能够再一次的绕城祷告，希望我们可以为这个地方、为这个社区来祝福。那22号的当天，我们也有受洗的跟转入的礼拜，那请我们当中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也请准时来参加。那也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的洗礼跟转入。那特别是为了庆祝圣诞的主日。那我们在明年的1月的第一个礼拜1月4号的时候，我们是联合礼拜的，所以我们教会很少有联合礼拜，但是1年当中可能会有2到3次所以我们会在明年的1月第1周，我们的立约礼拜是联合礼拜，然后春节的那一周我们也是联合礼拜。我们明年的60周年的堂庆也是联合礼拜。那请大家能够来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还有邀请我们的认识的朋友，让我们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来过60岁的生日，让我们的教会60岁成为众教会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的社区跟我们这个社区环境成为台湾的祝福。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我们感谢陈牧师。会众们请起立，我们唱山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振，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让旧约里面活着的基督，新约里面活着的基督，现在也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电乐。请在电乐中默祷，为我们今日的事项祷告。肢体消息来祷告。若你心里忧伤、身体病痛，或是有特别需要祝福的会众，可以到前来，牧师亲自为你来祷告。我们今日的聚会于此结束。上帝爱你，也上帝祝福你们。各位，我们在结束前，牧师再增加一个报告哈。我们上个礼拜的聚会人数是184位。在年初的时候，我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们期待上帝给我们能够在年底的时候可以到180位。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上个礼拜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但是希望可以延续，一直持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能够突破一次是可以，但是期待我们可以继续的，让我们的人数可以继续的往上走，不是为了业绩，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愿上帝来带领。